讲到这个法案，立法院已经完成三读了。伫场外抗议的民众人是哪来哪济？真侪民众拢关心这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的法案进度。对于5月17交代，也就是5月28啊，已经有4届抗议行动。公民团体拄则也伫咧立法院外口提出6大行动，要反制立法院通过互相扩权法案。咱来赶紧连续互咱的台记者卢尚如、曾俊佑，带观众朋友来看现场上最新的情形。 却是图利自己的。新主播记者目前人就伫咧立法院外口济南路的主要舞台哦，你会当看到即马目前哦，也搁咧落13雨，但是天色愈晚，虽然讲天气无讲介好，毋过现场人哦是愈来愈多哦。这根据现场的统计哦，对下昼5000人到即马已经增加到超过12000人咯。有讲过来哦，下班下课加入的人哦会愈来愈多哦。因若讲针对今仔日的立法院继续审查国会改革 相关法案，其中上有介有争议的立法院这款刑事法咯，所有的条文已经是完成2读，还佫有3读。真侪民众嘛是真烦恼，讲这国会强化6权的法案，恐惊会去威胁到台湾的民主哦。嘛真想要知影讲到底下一步会当佫安怎做？拄则伫咧现场负责主持的经济民主联合哦，嘛出来开记者会宣布下一步的行动，咱来听因的讲法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求行政院提出复议；第二个，我们 呼吁行政院以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，就这个法律违宪的地方申请释宪。第三，我们要求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见面对话，不希望这样的违背程序正义、没收民主讨论，只有3分钟讨论的民主。 好，成为国会的新常态。针对接落来规划，罗中强提出6个行动，除了3项针对政府的行动，嘛有3项民间团体的公民行动。罗中强表示哦，因未来会伫咧各地继续加强社会沟通，要让愈侪人来了解这届3读通过的立法院这款刑事法咯，对人民权利的威胁，也佫有民主国家3权法律失平衡的影响哦。再来立法院外口会佫继续宣告买有乐团演出，以上是 记者卢尚如、曾俊佑伫立法院外口的连线报道，再来咱甲镜头交互主播。